各位真贤大家好，咱这是大人90外岁啦，80外岁啦，都诚心诚意要读经咱先来读这个开经题咧先双手合照，先念佛号咧好，咱双手合照要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题，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感恩真贤慈悲。安尼好，真好。今仔要来读心经发这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发这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空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地亦无地，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亦发这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妄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发这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发这波罗蜜多，是大成就是大成就，是无上就，是无顶顶就，能度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发这波罗蜜多就，即说就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埵。各位真贤大家好咱各念叨将不了8遍有要去读经7月份咧报名8月份要线山林读经读经做要考大状元11月份去迄个昆山大学昆山科技大学颁奖的迄伫咧台南昆山科技大学咱读经咱的心经一定要会啦来就是咱的现大本的这本有诶较长的较长的有较少咧考啦咱先来学这个弥勒救苦真经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阿世不非轻。名报济路灵山地，莲花应尽可善行，落在中原三圣地，大净寺传王特心，
天津修完挂姓号，等待时至点心兵，分雷震开无依土，天下神鬼不攀名，亲在人间中华表，有莲圣道归上生，天花老庙随玉线。修完显化在古东，南北两极连中树，本源古迹在中央，老庙降下通天桥，有应山前对合同，应字要上归家己，思念东来弥勒经。用心思念佛来求，倒今年去朝圣，小弟西来着用主，用意点题化成经，每日至心常思念，三载结难不来亲，要上成佛亲礼拜，相持聪明智慧心。又听舍人胡说话，罗旋意马念无声，老庙降下真天寿，用心思念有神通，满天星斗得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神皇来对贺，报数明堂查得清。三观大地周必助，正做天做救众生，就靠天尊来救世，天顶文波各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是为菩萨救众生。今领三心用愿将。五表灵官跟随经，有助弥勒成大道，保佑乡里得安宁。北方神武为将帅，青莲弘法显神通，夜起坐骑夜日晚，桥顶神罗七宝星，规定北方为岁首。肃清诸恶挂假天，大求元人中义女，为公乐地化为平，四海灵王来助道，国家相魂去天空，十方天兵护佛家，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得三阳弥勒尊，有皇天灵驾下生，修福南阎归正宗，风来坐下真言咒，传下东来大壮经。因而差女上思念，舍神不敢来敬心。思念一遍心通大，思念两遍得超生，思念三遍心归怕，往两邪魔化为平，修持劫内顺路径，念起真言归佛令，南无天元快报阿弥陀佛。十巧手真人要食茶，迄个做个呐。会当买好礼拜做面条蚵山素剁地袂剁地做称佛称念佛号一声福增无限福会增加无量，安尼上介好各位见友大家好即马要来读表孝经天地众孝孝东先，
一个好字传家安，孝顺明星，孝顺主，孝顺主第一名贤，孝是仁德第一步，孝主下世即为先。自古忠臣得孝子，君选贤臣记孝廉，尽心竭力孝父母，孝道不独讲家亲，孝道贵在心中孝，孝亲亲戚莫讳言，守护人间不惜孝，回心服孝天理还。诸事不顺因不孝，怎知孝人感动天？孝德贵顺无他名，孝顺不分路强难，福禄皆由孝而得。天将孝子令眼观，人人得可孝父母，孝敬父母如敬天。孝子口内有孝语，孝父面上带孝然。公婆上天灵尽孝，有乐孝来有乐贤。女德淑明成合孝，三从四德孝在前。孝在乡党人亲近。孝在家中大小欢，孝子逢人就款孝，孝化风俗人品端，生前孝子正家贵，死后孝子万古传，处世唯有孝历代，孝人感动地合天，孝经孝文把孝宽。孝父孝母孝祖先，父母生子愿为孝，听孝就是好儿男，为人能把父母孝，下辈孝子照样还。当上父母不知孝，不孝受强莫怨天，孝子面大太和尚。日孝出地自然安，亲在应孝不知孝，亲属知孝又慧然。孝在心孝不在貌，孝贵实情不在言。孝子齐家全家乐，孝子治国万民安。我国皇天皆因孝，立孝即是太平年。令孝不在贫和富，善体亲心是孝男。兄弟和睦即为孝，忍让两字把孝传。孝将难处变天孝，孝养满面成情爱。父母相传正义孝，孝事关赶亲影单，赶紧孝来共饮快。亲有我孝，寿有天，生前为孝，奉为孝，死后尽孝多枉言。孝顺全家孝是宝，孝孝温和孝未甘。让哥贵入上帝孝，何阿反复孝亲难。为人若是不知孝，不如禽兽是可怜。必定万善孝为首，当知孝义是根源。念佛敬善也是孝。孝将佛力超九天，大哉孝和大哉孝，孝义无穷，孝无边。此篇句句不离孝，离孝人伦颠得天。念得十遍千个孝，念得百遍万孝传。
千遍万遍常常念，消灾免难得好天哦。哦，今年迄只茶该食茶了啊。哦。食茶吼，啊，好哪后淡淡吼，安尼讲病毒较袂入去啊，吼，然后淡淡安尼病毒就较袂走入去安尼啦吼。好，各位新年大家好，今仔就要来读道之宗旨，敬天地礼神明，爱国忠士。敦品忠礼，孝父母，重师尊，信朋友，和乡邻，解恶向善，讲明五伦八德，遣发五教圣人之恶旨，确遵属于公常之鼓励，悉心得路，照假修真。恢复本性之自然，启发良知良明之至善，既立立人，既达达人，万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既世界为大同。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宣贤以灵，刚信受目，故人不得亲其亲，不得助其主，主怒有所终，众有所用，又有所得，官官各独惠及者，皆有所用，男有分，女有归。按其体地呀，不必重于体；另按其不出于心呀，不必为体。是故无必而不应，得chấp乱情而不独，故为何而不避？是为大同。好，各位今年大家好。哦，即马就要来读海上清净经，我君话大道无形，成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供养万物，我不知其名，供名曰道，有道者，有清有道。有动有静，天清地动，天动地静，男清女动，男动女静，根本流满，而生万物，清者独之源，动者静之基，人灵相清净，天地世界归，无人心好清。以心要志，以心好静，以欲谦智，相灵谦其欲，以心自静，定其心，以心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所以不灵者，为心未平，欲未谦也，灵谦之者。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观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其无，为见而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其无，无无亦无，无无其无。当然相知。知无所知，欲其灵心，欲其不生。
这是真情，真常应物，真常得性，常应常情，常清清义，如此清清，渐入真道，去入真道，名为得道，虽名得道，是无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道，令我之者。可传圣道，若君话，上士无精，下士好精，上得不得，下得即得，即着之者，不明道德。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经其神，既经其神。即着万物，即着万物，即生贪求，即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又可心心，变作毒药，流浪生死，伤沉苦海，应失真道，真常之道，我者就地，得我道者。常清净义，各位真贤大家好今仔要来读诸子地家德言，礼明节气，洒扫丁度，跳瑞月精节，气分别色。怀色问候，一清自检点，一足一番，当书来处分明，万事万理，应念文明为天，以理物以求妙，无人合以骨者，自风必须减了。天客切勿流连，去苦即而结，欢好性金玉，金色玉而精，愿所如珍馐，物形花恶，物无良田，三果六合，是阴道之门，地理切交，为归邦之好。东坡无量尊理，切切其严宗，周东虽远，戒术不可不行；子孙虽愚，行事不可不学。知心不及谦朴，教子要有义好。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以见消莫业，无见反疑，见强苦亲邻，事家文顺，刻薄成家，理无救晓，伦常乖顺，立见消亡，兄弟兄弟，事分多润感，享有累月，以发俗事业。敬父言，乖骨肉，岂是丈夫？丈主宰，国父庙，不成人主，嫁女得家世，无所丈聘，带色求淑女，不计好良，见富贵而生，俭用者最可耻。无贫穷而作家太者，兼莫信；自家改成上，上即上香。处世改道言，言道必实。不是势力，而能结果感。有贪口福，而自杀生禽。乖僻自私，毁我必道。恢恢自甘，家道难成。
压力恶者，救必受其累，屈其努行，急即可上依。今听发言，安知非人之庆数，当今乃三书，因事上精，言之非我之不是。事平心暗想，是非无量，受因莫无，万事当流一体，一理不疑在我，人有虚情，不可成道即心，人有何患，不可成虚形心，先欲人见，不是真善，恶强人知，便是大恶，见识而起淫心，报在车路，力患而用暗箭，何言子孙，家门何顺，虽用孙不给，亦有疑患，不可早完，即龙头无疑，自得自乐，读书自在圣言，为关心准君国，守分安宁，顺时听天，为人若处，诸何经验，诸辟罗书，诸主地家结研究。好，各位先生，大家好。这位诸主是清朝时代的，毋是宋朝的朱熹朱文公啊。安尼迄个一个接茶咧，迄个一个串，气较顺，调较顺。来接茶，谢谢谢谢。真好真好。三字经较长啦，爱读较久啊。伫遐迄个串伫遐，较长啊会当读较久安尼啊。读2字啊，读3字安尼，安尼较袂遐忝安尼啊。若会忝，咱就爱介绍一个。忝咱就介行咧啊。好，这个忝啦，忝的有一个啊。食茶咧，食茶咧，无茶人咧真茶咧，食一个茶安迄个籽较活呢，食一个茶讲迄籽较活，你念较好念安尼，对，啊，你走较热爱伫遐食茶咧，热天时热拄着食茶咧。有一寡人的病苦，就是讲拢较欠食茶啊。对啊，茶粉拢食无够啊，会较热较渴啊，对啊。话拢毋知影人喙焦啊，其实需要食茶啊，身体有需要补充水分的。好，咱回来读，回来读。好，各位尊贤大家好，咱即马就要来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故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识名表，识人处，著不学，断其谱，道燕山，有义风，教我主，名苦容，用不教，夫之课，教不严，书之道，著不学，为所宜。有不学，
若何为？欲不作，不生气，人不拍，不地义。为人子，方孝时，亲师友，实礼仪。向求灵，灵运色，好义亲，所动之。用数岁，灵用礼，第一条，以先知。小孝弟，处见闻，知无数，识无闻，一字识，识字别，别字千，千字万，三载者，天地人，三公者，日月星，三公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或春夏，或秋冬，处暑时，运不强，或南北，或西东，处暑风，应河中，或水火，木金火，处五行，本河数，十干者，甲子贵，十二支，十子之害，或风道，日所田，或赤道，东中权，赤道下，混乱极，五中华，在东北，或江河，或海界，处处毒，水之气，或大华，相形形，处五岳，山之灵，或树龙，或共相，处树林，国之良，或人义，礼之信，处五常，不用运，地所生，有草木，手出植物，遍水陆，有中虎，有鸟兽，处动物，灵会祖，道鸟属，灭书籍，处六国，人所食，马牛羊，皆犬死，处六局，人所属，或喜怒，或哀哭，得爱恶欲，七情苦，清赤红，急急急，手五色，目所食，身苦甘，激心寒，处五味，苦所含，见焦香，激生臭，处五臭，鼻所臭，燥苦激，目色金。死有毒，乃八阴，或冰霜，或气日，处暑生，以条血，各精祖，父而心，心而主，主而孙，子子孙，子贤亲，乃九族，人之伦，父子因。夫妇长，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幼以平，君则敬，臣则忠，处十义，人所同，当顺序，勿违背，斩自吹，大小公，子嗣满，五福将，礼乐社。欲书数，古略艺，今不屈，为书学，人强尊，知识字，讲说文，有古文，大小段，礼初记，不可乱，欲讲学，苦其烦，但落雪，令之源，还混无。处讲究，常分果，名古毒，为学者，
必有初小学中至数书，论语者20篇，君地主记善言，明主者7篇止，讲道德，说仁义，作中庸，乃空虚，中不偏，中不逆，作大恶，乃静止，自修者，治平治，事事熟，好经通，如律经，是可托，学是书益，内春秋，可律经，东江球，有连山，有归宗，有昼益，三益祥，有点魔，有混客，有舍命，数之二，五就公，作就礼，度六官，尊地体。大小大助礼仪，出圣言，礼乐备，活国风，活雅尚，何事事，当丰盈，四季忙，春秋作，五百变，必善恶，三团者，有公羊，有做事，有国良，经纪名，风托主，绝其要，记其事，五子者，有顺阳，文中主，吉怒中，兵主通，托主事，可舍下，以将士，自虚农，至丰地，贺三皇，以上世，当有无，何二地，相一顺，清圣世，下有父，上有通，朝文武，清三皇，下团主，家天下，主必在，天下家，通法下，国和相，略必在，治tiêu亡，朝武王，死地都tiêu，不必在，对中九，九叶东，洪公对，定干戈，上有水，四春秋，将建国，五霸强，七祥春，九之时，四建平，万二世，初汉天，自作兴，汉业界，至孝平，洪孟传，公武兴，东汉，数必连，用一田，为上我，平汉天，和三国，七两治，宋节节，苗典行，为南条，多金陵，北元魏，分东西，不文州，以各节，大治水，一土物，不改还，七通俗，东各作，体义书。如虽乱，通国基，20环，3百载，苗灭之，国内改，苗东晋，极汉州，清五代，大有由，严宋英，triệu triều xiên, xích tắt hoàn, nam bốc phùn, léo y kim, cai chiêng tề, loạn biệt kim, tuật sông xề, y tố công, theo thiên tai, yêu xịt biến, cốc dọc thủy, ai cho yên, cốc tài liếng, từ hồng vũ, tô kim liếng, tài siêng tô. 前燕经十六世，至中心，观音树，跳如林，
以创出清气魂，清世祖，清精明，清树风刻大定，又空阳立天家，临安户，地积花，道含干，变乱气，起应发，妖道气，动功夫，旋风脚，还九地，万千物，结明英，会地济，立天法，建明国，古今史，专在诸，在地乱，地灵水，事虽还，福有处，书记一，汉书二，又汉三，国字数，验正经，参通鉴，读书者，可识录，红古今，玉秦木，口而上，心而为，晓于书，识于书，识中年，书行读，古圣贤，上天学，得中令，读罗伦，必记书，学请勤，批无变，写德感，必无书，请地免，求贤良，水气果，必不教，自勤苦。如龙云，如应说，三随平，学不绝，如负心，如挂甲，心随乐，又可读，左脑转27，四法文，读书记，必脑，又会题，你小心，宜读书。玉良好，82，对大平，亏得书，必记行，上清衣，你小心，以立志，应8岁，令应师，必7岁，令父期，必应5，人清期，你游学，当校之，抓文机。令变勤，下得温，令应营，必如主，请从礼，逆男主，东主敬，东有案，王7岁，必心动，作正如，必虽有，心依书，逆有学，免离地，有为者。亦若是，天修也，皆修行，过不学，汉为人，含土师，方良密，人不学，不如物，又自学，众而行，上帝君，下德人，用名声，显父表，公于前，如于后。人为主，金满盈，我教主为一经，天有功，而无益，该自在，而免力，三如经中。好，各位先生，大家诚心诚意读经较济，听久也好，超过半年之了，真心做一个功德费用的，若。要学千字文，咱阁继续来学啦，安尼啦，咱读中回向文双手合掌愿以此功德，普救一切，我定以众生，再强生佛道。即摆内面功德回向，咱先连大家人的现在双手合掌呀，报咱家己的名，安尼，调调名，慢慢造成才今仔日咱真贤是大人90外岁80外岁诚心诚意要读经有
有一点点仔功德吼，要来回向咱的七世老爸老母吼，北京有一点仔功德要回向咱七世老师甲长辈吼，诚心诚意读经有一点仔功德要回向咱的冤亲债主吼，最重要的有一点仔功德要回向咱家己本人咱家己本人名报一个名安尼就条字安尼咱若无爱功德，咱功德回向有需要的功德人爱着大着安尼心无贪恋意无颠倒心无病苦如入禅定大家平安会当来读经，功德回向安尼，大家都欢喜的，安尼上介好安尼感恩谢谢咱来接个介绍的，要食茶就食茶的若要来学千字文，咱搁继续来学千字文食茶的食茶较袂烧声。各位亲人，大家好若要学千字文，咱就来参考一下若无了解，就来请教帮单主帮单主是学校的老师安尼好。各位亲人，咱要来读千字文，天地显宏，宇宙洪荒。日月盈色，平静日月盈色，天寿烈中，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轮移生衰，轮路飘摇，昆庭地舞，罗结为霜，金星丽水，玉出坤光，剑河古宽。珠青夜光，各丁里内，彩中介中，海涵河淡，林渐有常，良书好地，鸟冠人红，四界文字，乃福衣裳，推为用国。有有得当，表明法罪，有法相通，则条文道，随讲并将，爱用礼守，心福容强，阿尼一体，率兵归阳，明风在德。别苦实中，花被车木，来急万方，该处心法，处大我常，将为局有，气感非常，如无定力，然后在量，一个必改。必灵无忘，妄谈悲短，微是之中，情绪可学，气欲难留，灭彼是染，是暂歌咏，经行为贤，切念作性。得见明理，应端表情，空国团生，以动实听，何因恶者，福言善庆，宿别为宝，春阴是敬，诸夫属君，屈言以敬。好动结力，中极人民，临亲立国，属
应运气，殊然殊应用哦，殊然殊用，如殊心，殊然殊心，如常之心，川流不息。天定出也，用之欲书，言书安定，独好行理，心中义灵，应业所记，即心无境，独好行理。心中义灵，应业所记，第只读唔对呀，即心无境来，学有定事，立即中情，遵理去感动，其义益应，言书贵精，礼别尊卑。上河下无，夫强夫随，月受夫分，入看过月受夫分哦，入风武仪，诸葛必属，有诸必夷，胸怀兄弟。当其连机，交友道分，切无尽归。人主温切，得出佛理，得出佛理。即义念退，即义念退，天派回馈，性精情应。心动心平，修真之末，标本义，坚持雅车，作主理，所益下团主家天下以下，多益华夏，东西易经，背亡面录，背亡面录，面面会面呢，背亡面录，故为故卿，中殿观团购的团，团购的团啊，公中殿团运流冠回经，多谢钦秀，为蔡先灵。表下公体，甲中对应，是言切色，果实随心，心改六倍，变转异性，有通讲类，得达心灵，故记即分典，欲助观音，多个将类，察书撇经，普罗众生。落业怀哦，只小麻怀。
路脚怀轻，何风不关，家业前兵，各官归列，苦国进英，罗世禄，你读过啊？世禄饲父，车死的饲，世禄饲父，伊用伊要抱，伊甲为亲，伊甲为亲吼，七公无私，立碑刻名，立碑刻名，凡起以问，这是而行，言体曲符，言体曲符。曲符言体曲符，言体曲符不简单的微淡宿营，微淡宿营，还济还公的还公空合，这叫福气，这福气还有福这叫福气起回汉为业感无定，业啊喜业的业的意思，业啊业感无定，业感无定，业感无定，业感无，一个典故呢，迄宰相的这副业啊，迄宰相的这副业，无定的宰相的这副业。迄武丁的宰相叫傅业，所以讲业感武丁迄一个人的名，业感武丁。来显过啦，准卦密文，准卦密文多数是零，尽错经法，尽错经法，调为困形，家道灭国，灭国，简破回明，简破回明而尊玉环，含北欢迎。很悲欢喜，去见科目，这四个人的名，白起啦白起王建啦，连破啦搁一个啥物木，去见连木，用君最精，宣威刷无。地狱丹青，九九有节，一棍金蝶，岳中海带，相助温蝶，燕文之邪，加点切行，言呢？个言善知唔呢？燕文之犀要犀的犀，燕文之犀之犀迄毋是刹车的刹燕文之犀，但佮研究加点车行昆迪结识，昆迪结识，昆迪结识，木色金的色，昆迪结识，昆迪结识，木色金的色，木色金的色，昆迪结识，句呢，叫句句
俯仰，俯仰，洞庭，空远，绵渺，严秀渺明，地本仪容，物诸假设，物诸假设吼，属在南无，属在南无吼，属在南无，南无也是无吼，吼，我艺所属即，艺术即个即，我艺术即，我艺术即，哦，秘书即个书即，随属众生，啊，众，宽恕触地，怎是地？毋知怎是地？宽恕触，怎是地啊？毋知怎是地？爱搁研究真济拢较无咧讲个样。爱查吼，查迄个做台语汉文辅助系统啊，会晓用手机啊，用电脑来查。是哦。哦，赞了赞了，手机问题电来查手机。哦，会晓用手机啊，用电脑来查汉文台语辅助系统，台语汉文辅助系统啊，台语汉文辅助系统，台语汉文辅助系统，当查迄个古早音、读音，哦，读册音、讲话音，会当查哦啊。哦，好来，好明可敦硕，殊福并蒂，皮读做福哦，殊福并蒂，皮读做福，殊福并蒂，殊基中庸，殊基中庸，乐谦金贴。灵音察理，灵音察理，感无变现，哦，伊啊，伊决加油，伊决加油，免其地哦，心中其界。正心中是胸襟空接，哦，胸襟空接，大欲尽气哦，临歌行之，临歌行之，你要好来哦，啊若减少一个，哦，对。哦，临歌行之，哦，两所见机，该作随别，设机含处，哦，丁别即表，求果顺论。善律逍遥，天造累客，切下还交，以何定力？以何定力？完啊！完梦修条。哦，忘记掉，比白梦哦，弯嘴，比白弯嘴，弯肥弯啊，弯肥弯啊，弯肥弯，哦，比白弯嘴啊，比白弯嘴啊，我同扎雕，我同扎雕哈。沙雕，金威仪，生意的意，咱是意。
嘿嘿，伊啊，生伊的音嘛，平均为伊。毋是伊遐个，迄是生伊的，目睭生伊的伊的。是啊，伊遐个伊下较是油啦，油啦，标油吼，心油出来的油。若是医生的医哦，下骹的一个顺右顺下的右啊，这毋是吼，这医生伊的医啊，平均为伊六叶飘摇，六叶飘摇，幽坤独运，灵魔感消，丹德弯气，有目龙相，亦有有为。俗逆顽强，苦先参欢，俗口强强，把有来把妖，毋免是把有来把妖。毋免这。强啦，强我的强啦，出口强强啦，枪击的枪啦。读这枪啊，枪掉，枪满枪啊！啊，读到底啊？这无简单吼，这读深的呢。这无简单的读深，这了了学啦，学偌济算偌济啊，了了学啦吼。哦。哦，读书无简单，当这咱只较少咧讲哦，较袂晓。把腰的把握啊，把握平在以严则空，亲切过求恼笑欲凉，切握切欲其胖，切欲其胖啊，切欲其切啊，切欲其胖，胖一个胖，切。欲其胖，这个爱读这读这切欲即胖即，成绩的绩啊，成绩较好的是绩，哦，切欲即胖哦，切的切啊，切欲即胖哦，是根为房，是根为房哦，完善完结。哦，完善完结哦，银足威煌，银足威煌，那这个这啊，唔要读做足啊，银足威煌哦，哦，表面色味，表面色味，味哦。味哦，表面鲜味，味啊味的，敢若味的，敢若是迄个味的音咯，是有表面鲜味，哦，俗称野味的味的，味啊吼，哦，难呢还难。难啊哈，难顺上求，啊叫难拿顺上求，那像咧白话呢，啊读册音唔系咁易读到难，啊骑难尊者的骑难尊者，骑难啊骑难。听难啦，哦，听难尊者，安尼难顺啊，难顺上求，难啊叫难顺上求。那是咱咧讲白话音啦，对啊，那咧读册音嘛做听难尊者伊难。听难尊者伊难。那是咱讲白话音，啊，即马咧读千字文啊，读迄个读册音嘛，叫难顺上穷，啊，伊咱去查啊，查电脑啊，查手机啊，那叫做
台语汉文辅助系统，台语汉文辅助系统，啊，就当马上转电脑来手机啊查迄字看台语安怎读，看读册音安怎读，啊，讲话音安怎读。有啦有啦，吼，足几种音，安尼选择一个音哦，袂介着简单，因足几学问的音袂介成啊，音袂介足准啊。对哦，吼，一个字啊过来音哦，毋知要选择一个，哦，对，啊，咱就知影偌济学偌济啦，啊咧，准备好啦，准备好啦，言呢，言歌呢，言歌秋言，言啊，吼，读个言咯。言歌酒言哦，接比起上，加手顿酒，耶，胶哦，个胶哦，个胶，迄是胶啊胶啊，迄毋是胶胶，对啊，啊，毋知敢是读做胶呢，胶手顿酒，哟，这是爱个研究。交手顿足，交手顿足哦，哦，一吼一有哦，一有咯，一有哦，有诶有啊吼，有诶有，一有请空，得好事少，这事正常。配上再拜，配上就磕头啦，配上再拜，有，客手就是咧，配上哦，磕头，再拜，有，相苦恐怖，间谍干扰，哦，间谍干扰，过达。心常，到过达心常，过达心常，海过相约，海过相约，海过呢？海过相约，海过相约，海过相约哦，即热原谅，凉呢吼，西凉的凉。这清凉一点，即热原凉，凉，因为伊读这音无相像哩，即热原凉，咱就凉啊，再个西凉的凉，清凉凉对了，来，凉啦啊，即热原凉，如乐当天。罗这是雷哦，雷啊个，雷啊是说只咩啊？罗，雷当天，离罗，离啊呢？宾馆的字是离啊呢？离雷哦，离雷当天，当天，天啊，特别的天，特别的天，罗离罗当天，离罗当天，特别的天哦，爱欲超相哦，主张节德哦，保息幻梦，无下了完。积琴软笑，颠笔轮转，滚下人调。哦，结婚离小，结婚离小，并改家庙，摩西属主，摩西属主，公啦哈，公平验桥，公平验桥，咁是验哦，公平验桥，
公平严巧，严巧，公平严巧，公平严巧，年数每岁年数，因为这读经要读年啊年数每岁，年数每岁啊，社会荣耀，全基全啊，显安尼显啊，全基显全基显无简单哦，我有足久的哦，这足地学文的，足地字嘛，足地字拢足地，你足少拢咧讲，足少咧讲迄落会着烦恼，知心受护，应随结效，应随结效，依步引领，修炼的领，依步引领，俯仰玄妙，速带金钟，带怀尖条，高楼寡门，武王顶朝，为语助者，现在好呀，讲伊真个真无简单的哦，毋通坐上久辛苦，咱起来行行呀，咱坐上久哦，辛苦，咱起来行行呀，真个好，但坐上久爱起来行行呀，学这个千字文哦，迄足地字拢毋捌的，有诶，较少咧讲台语的，伊个毋是讲台语的音，佫读册音无简单，嘿嘿。若无了解，若要请教的来请教90外岁方大主啊，方大主。对啦。独学是有啦，这波拢是官文。武王顶朝，武王顶朝。人咧真年90外岁啊，搁遮诚心诚意，遮用心咧读，去汉学三字经啊，足长诶，千字文嘛，读足久诶，咱咧是大人90外岁啊，诚心诚意，咧读经，诚认真，诚用心。第一名，咱咧坤道，要90岁啊，则诚心诚意去读经，一点钟以后，一点外钟以后，一点外钟以后，去来食的食茶，安尼感恩啊，谢谢啊，安尼还去咧学习的啦，若有毋对，咱请谅解一下，这因为这无简单啦，这若足简单，就毋免讲到遮话遐久啊。人以早咧做千字文咧，咧大官规乌头毛做好，变白头毛白苍苍，看偌辛苦的咯，偌激头脑的咯，嘿嘿。迄种个足够写毛笔字的王羲之王羲之含迄台语嘛，毋知哪读的，王羲之。迄毛笔字写了上水的王羲之伊迄个南亭直树，南火南亭直树啦，迄毛笔字遐水人要甲做成迄个一时。难对，做成千字文啊，足无简单的袂当查啊！若要查手机啊，汉文台语辅助系统，台语汉文辅助系统，有，台语汉文辅助系统啊，
啊，若要学对电脑查，那会使查台语、汉文、辅助系统。哦，这行行会接地，地久有调的，温泉较无好啊。哦，行行身体健康啊。